大家平安，老师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为什么我要穿安尼？过年到啊吗？今仔日是秋天到啊。秋天到啊，来看看我后壁的迄个画娘有啊。我比老师较大，知影为什么无？因为我伫外国啊，外国的较大，跟是安尼。外国的画娘较大粒。嘿，是安尼嘛。好，今仔日真欢喜吼。明仔载是中秋节，但是呢，今仔日台湾拢放假对无？放几啊天放假吼，真欢喜。细汉的时吼，想到想到中秋啊，就想讲，想到要食油啊，对无？但是老师昨昏甲我讲吼，细汉的时老师是食无共款的物件哦，食啥物？我迄阵拢是爱食甘蔗，食土豆，油啊哪有，但是毋是介济。是安尼。食甘蔗，食土豆吼，搁食大饼对无？大饼对，做迄肉饼。阮的明辉弟兄来啊，伊讲外国月亮比较大，这真正有影。你看我最近吼，食到一个面拢变画饼，食袂了。即个吼，迄个古早的时，我会记拢是食大饼吼，一大样来切细细，感觉做好食对无？即份的月饼画饼对无？即份拢是细粒吼，但是咱想看水吼，看水袂想要摕起来食安尼，无啥共对无？因为足侪人食较趣味安尼。好，主持人老师，晚上好吼，多谢阮第一排的学生过来啊。好，所以今仔日老师要来甲咱讲吼，嫦娥奔月故事对无？但是为细汉听到大汉的迄种。无咱先来看啦，因为若看中秋节，咱会想到自细汉每一冬真紧就一冬，真紧就过一冬，每一冬咧创啥，有真侪改变，有一寡上届细汉的时所经历的，都是永远无袂记得吼。就是我无袂记得的，就是关水鸡仔神。即摆我讲即个名就好吼。就是讲，迄款方法就是一群囡仔做伙，目睭爱暗起来，然后因着用香一直甲伊念，水鸡仔神，水鸡仔合，然后一直念甲互伊的头壳讲真正若像青蛙安尼一直跳，因为目睭暗呢，后壁跳，有时弄着草布。因为草布伫草地足济，有时跳落去水窟啊，因为水窟啊嘛是足济，迄是人咧食水吼，拢有，迄拢定定会发生，所以迄是印象较深诶。后来到你看我即摆伫即个写讲美国阿姆斯壮伫1969年诶时，伊伫登陆月球，但是登陆月球诶时阵，你敢知迄一冬伫台湾吼？迄一日啊，规日拢咧报即件代志，因为拢有咧报登陆月球诶代志嘛，逐个人拢做爱看。我会记我迄阵是21岁，咧做兵吼，伫迄个部队内底。阮看诶是乌白诶电视，因为迄阵彩色电视还未普遍。乌白诶电视还佫占一半。彩色诶后来佫慢慢佫有诶。不过，伫因登陆月球以前咧，1969年以前，伫中国来讲，伫咱来讲，伫台湾来讲是已经有人登陆啦，就是迄个嫦娥啦，迄个嫦娥，一个美女一个水查某囡仔，就已经飞去，因为伊食。伊甲人单独啦，伊单独食迄个线，迄个线佫是中性不老。中性不老就是讲你食了以后就袂死啊。袂死啊，袂老吼，有够好诶。所以伊食了，伊家己一个人食，伊无分别人哦。因为干那一个人分尔款啊，伊就从毋是一个人食几啊了，听讲是安尼哦，无爱互人食。无啦，就永远踮伫月亮啊。所以月亮顶悬，伊拢永远住伫遐。
叫做广汉宫啦吼。对，这是咱的传说，当然是无影的代志。毋过咱对即个传说哦，就知影讲人嘛会当长生不老。长生不老，大拢足侪皇帝拢有咧追求。伊逐项拢有啊。最后欠啥？就是即个药啊，摕袂着，所以秦始皇哦，有哪做失望的？伊派毋是几个男女去找。结果找无。若基督徒来讲，咱看基督徒来讲，中秋吼，咱看到，尤其吼，我若看到月足圆的是心情足欢喜。足感动，迄款的感动哦，想着创造天地的上帝。因为迄是啥物人创造？所以伫约翰福音3章16节。上帝这样疼世间，甚至想使独生囝，互所有信伊的人未沉沦反倒，会得到永远活。这个永远活吼，就是长生不老。咱普通去找无。你若要找，其实有哪找有，就是爱找着圣经甲咱讲的，就是爱找着耶稣。所以基督徒，咱来看。创造天地的是上帝，月亮当然嘛是伊创造的，日头嘛是伊创造，是伊创造的第4日。伊就讲有阴暗，有早起有阴暗，这是第4日。迄一天哦，因为创世纪第1章的是咱较早我会记捌读过一段，所以我今仔日就无读。咱来看较过一条，咱来讲。咱来看。咱看到有足侪人，尤其咱伫唐朝迄款诗来讲哦，有足侪拢咧写月亮的代志啦。其中有一首哦，咱最爱看的讲，大家人拢有印象。人讲人有悲欢离合。我今仔日这段是要互咱学讲台湾话，除去咱白话咧讲以外，佫有读册音，叫做文音。文音，有白音甲文音。今仔日咱就来学台湾话文音，要安怎读一段诗吼？这苏轼苏轼就是苏东坡啦。苏东坡后来伊的名叫做苏东坡，就是苏轼伊写的。我是处于最后迄句，因为伊个乐长吼，我今伫遮会占伤长的时间。最后一句吼，人有悲欢离合。月有阴晴圆缺，处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仙关。这是咱用读册音咧读。你讲人有悲欢离合，毋是讲人有悲欢离合，毋是。毋是安尼读，我是讲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处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仙关。对，咱想看到即个月亮，就会想到足侪代志吼。有足侪诗句，拢总会走出来。毋惊即句哦，佫有一句，咱大家拢咧讲的讲，今仔日人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照古时人，有无？其实足侪，对，拢是讲，看到月亮，其实会想到故乡。咱想到是啥？就是讲，其实你想到是啥？想到的是上帝创造的即个真正足趣味的，来佮想到台湾啊，因为足久无转去啊，会想厝邻吼。想到放烟火对无？放烟火哦，对，讲到放烟火哦，听讲哦，拄则吼，迄个名侦传的，伊伫后壁甲阮讲的哦，伊迄个细汉的时对吧？规家伙仔的中秋活动吼，就是去爬啥物？爬墙啊！爬墙啊！来规家伙去爬墙啊，放烟火去学校内面放烟火，因为厝里袂当放。
真有趣味的吼。观众朋友，你有啥物趣味的代志，当甲阮分享吼？嘿，所以恁细汉的时吼，我细汉想无遮趣味，咱感觉恁细汉的时较好耍对无？大家拢真正会做伙做伙食物件安尼嘛？吼，迄是。来，咱你个继续看后一张啊。好，来看卖呀。诗篇，一个看圣经，也是讲一个基督徒，伊看咧月亮，一般拢会想着阿乐上帝，要怎样阿乐？另外诗篇148篇3到6节。规篇拢真水吼，我甲伊出2段就好。来第3节讲日甲月啊，恁着学落伊发光的星星啊，恁着学落伊，恁拢着学落伊。天顶的天，你看天顶阁有天哦。天顶的天嘿。甲天以上的水着天顶的水。天顶有哪有水哦？毋是海能够有。天顶就是因拢着学落伊，来遮个拢着学落耶和华的名，因为伊一个命令就拢受创造。伊一个讲有就有，就是创造。伊将遮个建立到永永远远，伊的定例袂会废无。你看伊遮讲的吼，伊伫天顶阁有天，咱知影。一个宇宙内底有真侪太阳系啦吼，一个两个，所以宇宙算袂了的太阳，就有一个天、两个天、三个天，永远互你算袂了，真侪。所以天顶伫足够以前啊，你看，伫古约时代就会当晓这个符合科学的一寡宇宙吼，水毋是地面天顶有哪有水？是发光的星星啊，日啊，月啦，你有人拜日头公，有人拜月亮公，有无？那日伊就家己日讲就变做神，月家己日讲就变做神，就甲伊拜。毋过咱遮看见，这是受神创造的，上帝创造的，所以你拜伊无爱拜上帝较对。对，拜上帝就好啊吼。拜迄无效呢？因为这有那是爱学落上帝，日甲月拢爱学落。来，这段请讲要来考试哦。野兽观众朋友，野兽甲一切金星、虫拖甲飞鸟，世上的君王甲万民，贵族甲世上的一切审判官。少年人甲在世女，老人甲囡仔，才会拢着学了耶和华的名，因为只有伊的名受尊最悬。所以学了耶和华是讲，我咧读册是为什么我特别出一段？因为我发现当我若去。像我今仔日有一个月亮啦，无甲放伫因内底，有一个发光的月亮，其实迄个发光就是讲有迄个光芒啦，有迄个芒出来迄个月亮，毋是一粒，我阁有另外迄张，迄是后壁即两粒拢是老师翕的吼。2000公尺以上的山顶，伫遐翕的，结果因为。光暗的比例上大，所以变足光，伊发射一寡光出来。所以我知影讲月亮伫遐学落上帝，个野兽甲一切精生虫啦，拢伫遐一直吼啊足水，足好听。鸟啊，拢是咧学落耶和华，唱歌学落耶和华，就是唱歌学落迄个创造宇宙的主宰。对。所以日头也是咧学落，咱也知影讲声音是一款频率。你光线嘛是共款，所以虽然咱听袂到光线的频率，咱听袂到，毋过伊是咧唱歌吼。对。来，咱今仔日是毋是到遮就好？咱欣赏外口的月亮较水。欣赏外口的月亮，因为遮足侪人甲咱留言哦。晚上好，伟杰嘛来啊吼。
多谢观众朋友吼，啊来伊有一个人讲伊细汉的时吼，什么灯笼哦，佫有人放灯笼吗？这是元宵节用灯笼对，嘛是有对吧？家己做。哦，有人讲，这做到诶，后摆甲咱示范一下吼。好，来祝侪朋友祝福中秋快乐吼，嘛希望大家平安吼，就是会当其实有啥物？有伫上帝内面吼，会当永远诶换命，毋免去找药啊，嘛毋免飞去天顶，免一个人伫月亮顶悬对无？虽然这是做好耍诶，但是咱知影讲。足侪人诶愿望就是会当活较久诶吼，啊做健康吼，所以咱拢祝福别人健康对无？好，安尼今仔真欢喜，多谢大家朋友来做伙来开讲吼。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，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甲咱空中再会。这个节目是台南新教会甲泰国诶科莫基金会吼做伙主持诶吼。你若有啥物想要学诶台语，想要甲阮讲诶，你嘛会当写伫阮诶Facebook、YouTube 哦。好，多谢老师，多谢大家平安，中秋平安，中秋快乐。